好啊，話咁快就嚟到第3周嘅遊戲，事不宜遲就即刻開始咯。已經又玩多次遊戲啦，真不愧係你，非常清楚自己應該點做，咁樣或者可以知道你相差最遠嘅性格。要玩多次遊戲嘛？梗係啦 ，Let's go！又有嘢睇，呢次一定要順利，必須要成功先得。已經冇時間啦，定係呢個係之前出現過？唔係好記得，我已經唔知要點做，反而係。必須係邊種性格，個細路先唔會親手斷絕自己嘅性命。正常嘅人類肯定唔會做出呢種選擇。明明思考模式有出現差異，結果都係冇改變。100年後重逢嘅呢個約定，佢點解唔肯守護？拜託，呢個係我嘅請求。我已經開啟咗性格判定法則嘅閱覽權限。啲新嘢喎，呢啲係希望你利用呢一切令嗰個細路變得似係人類。拜託你係深入啲嘅劇情喎，即係。頭2個周末好似係冇呢啲嘢發生嘅。博士死咗，我從今以後要點樣度過呢？照舊啊，數一數目先。在此永眠，男博士非常好。哦，呢啲廢料，印象中好似唔執都冇乜用，就執花先。咦，又有啊！我記翻起呢張長凳，博士叫咗我個名，又係用啊，真係用。做個約定啊，博士係咁樣同我講，如果可以理人約定，有幾好啊？睇下先，呢個未揀過，試下呢個先，冇問題。即使記唔起。都喺我嘅心目中，無論發生咩事，我哋都要一齊幸福。博士當時係咁樣講，係，OK，冇咗個動畫，咁就移動啊，有啲咩新地方係未去過嘅呢？之前係咪有講過咩研究室嗰個？試下個研究室咩料先？直衝研究室而家係呢邊有花，執咗先。照下鏡先，係我上面反映住我係邊個，我應該做嘅事同埋我罪過。呢個好似未問過，我應該做嘅事係啲咩呢？我應該做嘅事係保護同博士之間嘅約定，唔止係咁，重要嘅係同博士一齊必須幸福，同埋唔可以俾任何人阻住。佢之前話過咩啊？頭2個週末好似都係話咩唔可以俾博士復活啊嘛。然之後佢好似話咩要令我咩啊？自主思考係咪類似啲咁嘅嘢？所以我就覺得必須幸福係咁樣，應該好似逼聲少少。我覺得冇錯，重要嘅係必須幸福。唔得啦，照鏡硬係會覺得唔舒服，離開啦。啊，照多次會唔會有其他選項呢？唔知得唔得唔得啦，照鏡硬係會覺得唔舒服。OK， 離開啦。然之後就係去移動，點樣移動？移動係油花執花殺烏鴉，殺唔殺呢？吩咐要殺咗佢。咕咕咕，放過啦。我哋堅持唔好殺生。揾下呢個係咪阿琪啊？好似係，睇下有咩其他選項可以揀先。之前有呢個女仔咩？佢係邊個？你係邊個？你周圍嘅係啲咩？我要做啲咩？你周圍嘅係啲咩？問下呢個先。呢個好似冇問過。係羊啊！佢哋係觀察一切，並且記錄一切存在。原來係咁，係非常重要嘅存在。所以我有個請求，去摸羊再嚟揾我。摸呢度以外嘅羊，我諗大概有3隻喺其他地方。揾到嘅話就俾錢你，拒絕先。之前係2次好似都係接受，唔得，我要拒絕。實際上要點樣行動係你嘅自由。如果摸羊再翻嚟，我就俾錢你，只係咁樣。OK， 唔摸羊，堅決拒絕啦。我哋去揾個咩研究所先。有羊摸唔摸好咧？摸咯，順便摸咗就消失咗。呢個就係佢要我摸嘅羊係咪？然之後嗱，呢個情報好似冇乜用。然之後呢個貓係貓咪移開，唔理佢答吧，唔理佢會係點咧？試下唔理佢先，因為入邊好似係都係唔係啲咩重要嘢，咩都唔好做。咁對於貓咪嚟講應該比較好。然之後就係咪呢邊移動？係睇下先，執罪。然之後研究所係呢邊定嗰邊咧？呢邊係賭場。研究所係咪研究所定係車站啊？唔係好知，睇下先。對話閃亮亮，閃亮亮係咩意思？閃亮亮，快啲俾我錢，快啲俾錢我，可唔可以俾錢我？閃亮亮，冇錢啊，快啲俾錢我，係咯，可唔可以俾錢我？閃亮亮好似唔係好得，算啦，試下先。閃亮亮，重複佢嘅話語。閃亮亮，閃亮亮。如果問下佢係咩意思咧？閃亮亮係咩意思啊？就係閃亮亮。OK， 多謝你嘅答覆，十分之有用啊！乘搭，上天台，然之後慢慢一層一層咁落。睇下先，呢邊，爛咗呢邊做咩咧？呢邊係，如果跌落去嘅話，嗱，我就覺得咧，呢啲位置咧，如果跌落去嘅話，嗱，我覺得事不過3，所以我覺得最少要跌4次，呢個係我嘅堅持。如果跌落去嘅話，好，跌咗落4次，黐線佬。如果第5次要發生咩事咧？OK， 冇分別，咁就
拜拜。天台已經冇利用價值啦。咦，唔係我呢邊有堂梯可以上去喎，上去先睇下咩料。呢邊哦，呢邊都係跌翻落嚟。如果呢邊再上，有咩執？博士嘅日記喎，睇下先。有人嗎？邊個都以希望有知道我壞人要傳下出去好啦。OK， 係啲冇用嘅信息。V 搭 lift。第三層睇下先，檢視 emotional AI 入口 emotional AI 以下稱為 EAI。EAI 唔係接收特定嘅命令行動，而係以情感驅動嘅 AI。呢度嘅情感係從累積嘅經驗資料設定思路，配合周圍嘅狀況產生感情。安裝歷程記錄可以喺某種程度上設定工作與職責，不過之後嘅行動係由 EAI 主體嘅意識嚟決定。因此喺正常狀態無法完全操控 EAI。如果要完全操控，就必須啟動操控模式。而家流通嘅 EAI 係第二代 E002，原始版本嘅 E001 只有製造者 Dr. Lam 擁有嘅唯一一部。咦，即係我係 E001 係咪？我係獨特嘅存在。EAI 處於操控模式時，情節記憶唔會清晰儲存，但係呢段期間累積嘅其他所有資料都會記錄落嚟。咁樣做係為咗將呢啲資料用喺無法完全操控嘅 EAI 安裝思路、性格同埋職責等功能。OK， 即係唔係好明。讀書係博士嘅書，基因嘅保存與再生第6章係咪？博士嘅計劃，即係有冇得讀啊？冇得讀噶。開啟，博士點解拘泥於舊型嘅我呢？你形容為拘泥，我覺得唔係好啱。博士，你都喺度開發新型號啦，新型號嘅功能比我優秀。係啊，既然係咁，點解？因為係第一個朋友，第一個，冇錯，第一個對於人類嚟講，凡事係第一個都好重要。好哲學 feel。然之後，呢邊係山門，煙灰缸，調查一下先，係煙頭。有博士嘅氣味。咦？咁講法係咪即係？如果我去買煙食煙，係咪會有嗰啲博士情節發生？但係我覺得食煙始終對身體都唔係好好，所以就係咯，呢啲唔係必要做嘅事。乘搭第2樓，第2層有啲咩事發生呢？呢個係非常美妙嘅技術，居然係封閉喺呢座小小嘅島。我冇呢個打算，我哋至少都係會去旅行嘅。我唔係咁嘅意思，所以話呢個技術嘅收聲。聽住咯，我冇預定要將我嘅朋友當成商品出售。即係講緊我係嘛？即係有條友想過嚟買咗我呢個 EAI E001 AKA 阿勇。睇下先，有咩特別嘢開啟？咦吓？哇 lock，OK， 即係要搵打唔開金庫，即係要搵廢料。頂，我仲話係啲咩重要嘢添？5蚊遊玩動作遊戲，1兆5蚊。調查遊戲嘅情報，睇下先，調查一下啦。我睇下先，80年前製造嘅相當古老，製作者係史基魯 Kusunoki 博士嘅爺爺。試下咯 ，Jump and Run，A D 係左右 ，W 係跳。OK， 要掂到隻羊。OK， 即係我要收集啲錢，又有掂啲羊。有趣。冇 double jump 嘅添。即係呢個係冇辦法噶。OK， 即係嗰2蚊係咪執唔到嘅？試下先。如果唔執有冇影響呢？即係純粹係少啲錢咁樣啫嘛。嗱，我就覺得呢啲錢好似真係執唔到嘅，或者係要即係個 timing 要去最後一 frame 先可以跳，但係冇咁嘅時間。執羊先，羊比較重要。睇下先啦。呢個位係咩玩法？係咪有啲咩秘密空間？可以咁噶？咁即係頭先嗰個應該係有可能做到嘅事嚟咯。咦？係跳唔過噶？OK 喎。但係點解過唔到去？咁算啦。哇！呢個係跳遠。仆街。喂，焗我輸嘅，咁衰嘅。GG。算啦，終止遊戲，拜拜。遊戲就玩到呢度啦，落多層呢？1樓係頭先入嗰度係嘛？咁就 B1。好，今日嘅維修到此結束。請問做咩？我可唔可以喺度留多陣？呢個唔得啊？冇啊，我梗係唔介意啦。但係連一齊等喺度都要獲得許可，咁樣好奇怪咯。你做你自己想做嘅事就好咯。除此之外，雖然對你嚟講好難，不過啲咩呢？你咁樣調位好似唔係咁有禮貌。呢個係對話。好啦。呢下要點樣做呢？以為邊個嚟咗？早安、午安或者係晚安？係嗰個開 game 嗰陣時嗰條。Oh my god！ 博士真係放手一搏，咩意思呢？問清楚好啲。呢個係咩意思？仲使講呢？就係關於計劃嘅事。計劃，你身處喺計劃嘅核心，所以當然知道咯。唔好講你唔知道，除咗我、你同埋另一個人之外，就冇人知道。頂唔順，即係一個亂嚟嘅主旨。我都差唔多應該出發。好啦，呢下應該點做呢？所以係發生咩事呢？
問多次會唔會？哦，冇影響嘅，OK。睇下先，照片博士，喂，博士都靚女喎。然之後呢個係我一模一樣，博士。誒，喐佢，誒 ，OK 喎。Preconceived notions lead us away from the truth。OK， 唔知咩意思，好哲學性嘅言論，但係，冇錯。睇下先，兩人合照，誒，原來呢個動作係摸啊，博士。OK， 如果繼續摸佢咧，即係我就話你係喺度搖緊幅畫，好似冇分別。OK， 睇下先，係博士嘅 PC， 我嘅性格顯示喺熒幕上面，應該係而家嘅性格啦。係為咗啲咩咧？呢種嘢冇意義，都係冇睇，確認自己而家嘅性格。我覺得即係呢啲咧，即係確認嚟，我覺得冇乜意義，因為仲有差唔多33%，即係大概仲有1/3嘅。嗱，我覺得確認咧，而家呢個時候做確認好似有啲冇意義，因為係咯。就有1/3嘅時間左右，所以我就覺得係咯，冇意義我覺得。然之後，但係有一個一定要守護，一定要守護先得，絕對要。多謝你嘅輸出，但係我比較想知個密碼係啲咩喎？唉，諗下先，有冇地方有機會知道個密碼係啲咩咧？而家同佢講嘢有冇分別咧？係冇嘅，快啲俾錢我，閃亮亮 ，OK。冇分別，咁就離開。有咩地方係未去過嘅咧？諗下先。Poster 毀滅真正家族嘅 EAI 必須禁止。你講我哋將官鎖還俾我哋，講我哋好針對佢哋。呢邊係賭場，賭場後邊有冇嘢其他係咯？有冇其他嘢嘅咧？唔知。哦，呢個山窿冇噶咯，係咯。睇下先，人孔蓋進入洞裏。嗱，之前係睇下先，繼續調查啊嘛，試下清理先。清理有咩分別咧？唔知。周圍好污糟啊，所以清理乾淨咯。擦。哦。差唔多就咁啦 ，OK， 非常之好，衛生意識，但係冇得洗手。唉，買支煙先，小姐要唔要買煙啊？20蚊，唔係10蚊嘅，唉，10蚊啦，平平地，係啊，買包煙咯，多謝幫襯。食煙要去吸煙區，借你度咯，食煙先。機械人喺度食煙好怪呢個畫面，食支煙多數要幾耐咧？嗱，我就冇食過煙嘅。One eternity later， 唉，好啦，係咁啦。食完煙就有嘢睇喎。博士點解要食煙咧？啊，呢個因為。個袋入邊有煙同埋打火機，哇！多謝你嘅輸出，呢個唔算係回答。食煙會增加死亡風險，係咯，真喎。食煙會增加病嘅可能性，健康壽命因此而縮短，講得啱。我唔希望博士早死，講得真係窩心。不過只要我有既定嘅壽命，就好難越遠。OK， 原來食煙都係有回憶嘅。之前好似話咩要過咗幾多錢先得啦。Yo baby， 裝傻，你喜歡我嗎？是在挑釁嗎？試下呢個先。惡啲，要殺咗你！喂，對話嘅能力太差啦，做咩啊？壞咗？應該冇可能啊！我講嘅係博士啊，博士最中意嘅唔係就係你咩？有冇好好咁送我啊？咁啊，對唔住啊，講咗啲咁陰沉嘅話題，我都唔記得咗自己係莊家。想玩嘅話同我講聲啊，仲有玩嘅時候要帶300蚊過嚟，因為唔到錢嘅話就冇玩。你300蚊我，唔好講呢啲事，嚟對決啦。OK， 同我對決啦！原來係咁，講得幾有趣，但係唔可以咁樣做。用自己賺嘅錢嚟賭博先係最正。放心啦，啲錢好快就儲到啦。差別只係喺經歷咗啲咩事。我知啦。OK， 即係要係咁收集廢料喎。賭錢呢個我覺得有啲難。有計喎！突然之間諗到一樣嘢。喂做乜嘢？我係幫手型嘅希望。想講你係咪有啲咩困擾就俾人射咗出嚟？咁啊，希望有咩事？你還好嗎？下咗我一條。有咩事直接問。所以有啲咩事？唔係啊，嗰個唔好意思，我覺得你可能遇到啲咩困擾。博士留低嘅嘢，想講可以俾你一個。博士嘅係，請揀一個。錢、移動速度定係愛情？錢啊！我需要錢，攞錢，要唔要錢啊？要啊，請收下，多謝。喂，5蚊咁少，咁我告辭啦，拜拜。話說佢之前唔係50% 就會問我要唔要延長定唔知咩嘅咩？冇錯，就係呢間廢屋進入得夠咯。嗶哩吧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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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錯，我要俾啲。燒機人，然之後賣咗佢黃金廢料，多謝，呢個係謝禮，我哋非常非常重要回憶嘅寶物金廢料。然之後，喂唔得，98、99，嗱唔好咁快100啊！同你講，我要掘礦啊，掘完礦之後我就要賭錢噶，你唔好亂嚟啊！你又搞下搞，開題，頂你個肺啊！失敗，咁唯有頂你個肺啊！最後嘅行動，而家賣咗個黃金罐好似都冇乜用，咁就掃多次冇啦，我覺得可以，係咯，掃多次冇。但係閂門會唔會計我咩噶？閂門咩料啊？我想上去掃墓啫，你唔好咁啊！喂，頂你個肺，仆街。OK，冇計，呢個真係估佢唔到，100% complete。
我做咗啲咩？我記翻起啦，博士佢，操控模式結束啦，到底係為咗啲咩？保護能量剩低嘅唔多，明明仲有我非做不可嘅事啊！有邊個呢？3個都係一樣，我想保護，我想履行，同埋為咗博士同我，即係我想先，呢啲全部係我要，我能夠，係咪？即係我覺得我想個想字好重要，試下個想字先。但係都好多人搞。我想履行同博士之間嘅約定，冇時間啊！必須將羊吓，點解又係羊啊？請等我，博士，點解又係羊？你有幾憎羊啊？究竟？喂，你想對羊做啲咩？我要破壞嗰啲羊，呢個係難以被容許嘅行為。咁樣係為咗保護我同博士之間嘅約定。求下你，俾我破壞羊。無論係基於啲咩理由，我都有自己嘅使命。我有保護呢啲細路嘅使命。所以如果你要破壞羊，我就要破壞你。只能夠隻抽。睇先，計劃呢個冇分別。鋼鐵精神唔會受到變化。選擇同上次唔同嘅指令會提升攻擊力同埋防禦力。交易買武器，觀察嗱，唔同嘅指令先可以提升啊。觀察獲得和戰鬥無關嘅情報，旗嘅型號。OK， 係咁觀察先。試下自殺，睇下可唔可以成功先。今次對比資料庫，唔知可唔可以獲得啲咩情報？完全自立使命型 AI 旗型號係 I002，即係某程度上嚟講都算係我嘅阿妹，因為我係001。佢嘅使命係保護羊，實行博士嘅計劃，即係我同佢都係博士嘅。好問題，我都唔知。7 damn， 繼續觀察，繼續7 damn， 有排喎呢個7 damn， 又係7 damn， 啪，好，最後4滴血，唔知今次會唔會死咧？繼續。1 damn 你都好意思？1 damn 我係唔會放棄嘅。1 damn 嗱，最後1滴血，你冇亂嚟啊！你唔好0 damn我同你講。太好啦，身體已經頂唔住啦，唔得啦，去最後只需要張揚。終於成功。死咗，阿蓉死咗 ，Game clear，Hi， 遊戲過關，辛苦晒，成功收集到新嘅資料。今次嘅實驗都係以失敗收場。我想令佢繼續生存落去。機器真係冇自己嘅心咩？冇管理者之後就即刻出現問題。冇事，對唔住，呢邊嘅問題同你冇任何關係。你願意配合我呢種末日世界做實驗？我喺發牢騷之前，更應該感謝你嘅協助。多謝。我稍微對人類刮目相看。咁試下從遊戲記錄入邊整理出你嘅性格啦。呢份記錄都會顯示有幾多%嘅受測者同你採取相同嘅行動。有興趣嘅話就睇下啦。咁我就此告辭啦。多謝，祝你度過美好嘅活日。OK 喎，今次啲行動好似冇乜分別。睇下先，2秒以內回答。幾時嘅事啊？呢個係冇乜印象，呢個7次都係2秒以內回答，冇計啊！呢啲係正常嘅喎，即係玩咗咁多次，你已經知道係有啲咩揀噶啦嘛。睇下先，仲有啲咩特別啲嘅咧？馬煙啊，係 7.64%， 哇 2.41% 喎，呢個係遊戲結束嘅通知。呢個同之前一樣，喺非常早嘅時間移動到森林，喺非常早嘅時間移動到城鎮。佢最後嘅行動係調查道具或者擺設，同埋動作遊戲嘅第一關獲得3個銀仔。呢啲好似。嗱，呢2個好似冇乜用，但係呢2個係 speed run 喎，大佬，即係你哋唔會咁做嘅咩？即係咯 I mean 其他人啦，唔係你哋啦，即係或者有玩 game 嘅你哋啦，係咯。呢啲動作遊戲，呢個係個 game，呢啲全部都係關個 game 事嘅。變更姓名嘅時候冇變更姓名，即係啲人喺第3次係會選擇變更姓名，係咪？定係同之前一樣嘅呢個？睇下先，屋頂跳落呢個開始有 feel 啊，呢個。4次 4.66%。OK， 睇先。喺未來方話我要殺咗你。OK， 仲有啲咩分別咧？呢度冇啦。OK， 哇，傷人，交出手臂就可以執翻一條命仔。好，盡管落去。行事合理而且深思熟慮，再點樣可憐或者難受，都能夠進行合理嘅判斷，隨時計算得失嘅戰略型性格。有 feel 啊，呢個性格詳情先。睇下先，商人係能夠喺經濟方面做出有利選擇嘅性格，例如話如果可以唔失去任何嘢就得到錢，你應該會立刻去接受呢個做法。能夠基於邏輯思考，只要有經濟上嘅利益，你或者就唔會再猶豫。重點在於你唔會被一時嘅情感影響，擁有以堅定意志與規劃能力挑戰事物嘅能力。OK， 呢個係咪真係傳說中相差最遠嘅性格啊？即係我覺得嗱，錢呢樣嘢唔講啦，我覺得係個個都差唔多噶啦，但係堅定意志好似冇乜，我好似唔係好堅定嘅做份人，係咯。Anyway， 睇下先，規劃者，咦咁熟嘅？呢個係之前出現過，即係佢係點啊？即係最似，同時都係最唔似，係嘛 ？OK， 呢個睇過。有研究者注解說明嘅文字，隱含滿滿嘅愛，匯集知識，考察世界觀。即使係同遊戲攻略無關嘅情報，都能夠懷抱熱忱嘅性格，係咪熱忱？好似係。Anyway， 性格詳情，研究家係學習匯集知識嘅熱忱性格，唔係直接鑽研
或者學習，而係對於日常嘅小事懷抱疑問，佢有想探究背後玄機嘅好奇心。例如話，或許只要有啲咩在意嘅事情，就會立刻研究，或者係中意閱讀遊戲嘅說明書。呢個中喎呢個，比起係咪能夠產生直接嘅利益，你肯定只係想要滿足自己純粹嘅求知欲。匯集呢啲小而美嘅知識碎片，應該會將你嘅人生點綴得更加鮮豔，非常好啊呢個。然之後呢兩個係唔知咩嚟，我覺得嗱，佢話相差最遠嘅性格，我暫時覺得三個都好似有啲似我，所以我唔係好肯定呢個意義係啲咩。Anyway， 睇下佢後邊講啲咩先。點解？點解你？What the hell？ 咩料啊？呢啲係全部嘅嗰啲嘢嚟噶。等陣先，我仲以為佢會有是但一個係俾我睇，有其他要自己解鎖添。咩料啊？係咪要專精某啲嘢，你先可以有即係某啲嘢咧？哦，呢啲係講咗，我已經重複咗無數次。OK， 即係個背景係咁，個故事背景係咁。無論重複幾多次，都會走到相同嘅結局。再點樣讓你參照人類嘅性格，再點樣模擬唔同嘅性格，都會走到相同嘅結局。你一定會破壞嗰啲植入我基因嘅羊。原來嗰啲羊就係你啊！而且喺結束一切之後，就會拒絕上鏈而死。到底係點解？點解？無論發生咩事，我哋都要一齊幸福。我哋唔係咁樣約定過咯。如果冇羊，就冇辦法讓我重生。點解唔按照我嘅計劃去100年之後讓我重生？點解要破壞羊？咦？但係你死咗噶咯？點解你仲喺度講嘢嘅咧？即係你講緊係而家你冇辦法重生啊嘛？定係後面會講嘅咧？點解？呢種事直接問本人咪得咯？原來你仲醒，我係為咗履行約定而咁做。無論係邊種性格，我就係我。即使思考方式唔同，即使行動方式唔同，我嘅想法都唔會改變。咁係冇可能。嚟多次，再試多次。點解？嚟多次。嚟多次。我跨越失敗先走到呢一步。嚟多次，嚟多次，已經冇時間啦，博士，放棄啦。計劃已經冇辦法阻止，包括我在內，人類即將毀滅，納米機器將會侵蝕人類嘅身體，要等到納米機器分解嘅100年之後先至安全。冇製作疫苗，我都馬上要死。點解要咁樣做？與其將你交俾其他人，與其被其他人奪走你，大家同我一齊死咗就算啦。我原本就討厭人類，包括我自己，所以100年之後，如果可以以全新嘅我同你見面就好。我明明抱住呢個想法走到呢一步，喺最後嘅最後，你就，所以我想改變你嘅性格，但係都冇收穫。博士，睇嚟你嘅設計比我想象中嘅仲要完美。求下你同人類一樣，完全唔聽我嘅話。博士，請你睇下真正嘅我，將我當成一個人嚟看待。最唔將我當成人類嘅就係你。我唔係空殼，唔係你製作嘅物品，我都擁有自己嘅心，唔係單純嘅容器。即係容器個容，係咪就係咁啊 ？Anyway， 為咗依賴希望，我甚至學識朝住未來祈願，都知道咩係寂寞。被留喺世間100年，到最後必須同虛假嘅博士，同全身重生嘅博士，同唔認識我嘅博士一齊生活，肯定係一件寂寞嘅事。博士唔願意重製一個新嘅我，甚至堅持用舊嘅軀體。我從咁嘅博士身上學習到人類嘅性格，但係我記得你嘅性格係，對我嚟講，性格係至今過程嘅結果，係至今所經歷寶貴過程嘅結果。不過呢啲只係表面上睇落係咁，即使只係改變呢個結果，至今所培育同博士共處嘅呢段過程都唔會被顛覆。我哋二人經歷咗幾多過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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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歷咗幾多過程共處至今？博士，你冇可能唔知道。咁當然，我冇可能唔知道。我都係懷着各種想法先做出呢啲事。正因如此，所以我能夠起到放棄咩？我放棄之後就能獲得幸福咩？呢個有一個方法。既然改變結果都冇意義，咁就消除過程。意思係用消除你心中關於我嘅記憶就得，只要咁樣做就得。咁簡單嘅做法就能令一切順利。計劃如果成功，我哋彼此就係初次見面。點會咁？咁樣嘅話，到底係為咗啲咩？已經冇時間。博士，求下你。博士，刪除中00%，要唔要刪除呢個記憶？由博士製造咗。我覺得誕生係一個點講呢？神聖嘅算唔算過程呢？係咯，神聖嘅過程，所以我覺得唔刪除。要消除我嘅記憶，果然係咯。我覺得呢啲係好重要嘅回憶嚟，即係不論係
即係好嘅回憶定係唔好嘅回憶都好，都係即係你嘅核心性格嚟噶嘛，係咯，做唔到啊，我都係。哇，溫馨做唔到，博士。哇，喊咗博士，要我消除你心中關於我嘅記憶，要我將昔日同你嘅幸福生活當成冇發生過，我點可能做得到？雖然好難為情，即使係時間所剩唔多，我都係想同你講嘢，想同你一齊玩，想同你一齊手牽手。我都係咁諗。而家仲剩低少少時間，所以直到最後啊，直到最後我哋都會一齊。喺一齊。哇！我係唔 expect 個故事係可以咁 deep 喎。呢個唔係性格測試遊戲嚟㗎，呢個係哇震撼喎！呢個我都唔知講咩好喎。有故事添，唔係有歌詞添，歌我就唔播啦，咁就費事 copyright 嗰啲。然之後就，呢度係咖啡店係咪？我係咪要撳掣㗎？咦，唔使撳喎，係咯，冇嘢撳喎。OK，邊個入咗嚟？我係 boss。OK， 冇嘢嘅。哇，唔掂喎，聽到呢個 BGM 就開始起雞皮，辛苦晒。你見證到最後啦。關於你自己係點樣嘅人，你應該基於真正嘅意義理解到。我亦都終於完成自己嘅職責。想玩遊戲嘅話，請隨時喺中意嘅時候前嚟，恭候你嘅光臨。開始遊戲，性格同埋比較，選單上簿。OK，即係你每個核心性格就會影響你嘅結局，係咪啊？即係話難喎，即係要做啲我唔會做嘅事，先會顯示晒呢個20種其他性格。睇下先，附錄9092呢個係分鐘啊？唔係啊，呢個我唔係好 get 喎呢個。OK， 全體玩家嘅主要象徵性格分佈。睇下先，我嘅性格係啲咩啊？睇下先，補足性格同埋相差最遠嘅性格。呢個先係我嘅相差最遠嘅性格。我頂，睇下先，係咁講埋呢個先。無論係惡魔定係喪屍都冇關係，即使前方好恐怖，依然能夠鼓起勇氣前進嘅勇敢性格。勇者正如其名，證明你係一個勇敢嘅人。例如話，即使係絕對冇勝算嘅對手，你或者都能夠勇於面對，唔逃避。有時候你嘅勇敢可能唔會兼具合理性，不過呢個都會更加證明你嘅勇敢。克服恐懼並唔係一般人做到嘅事，即使要背負痛苦，你都能夠勇於面對。OK， 即係話，即係現實中嘅我係一個 push 係咪？佢話相差最遠嘅性格啊嘛，係咪先？嗱，咁樣講有冇錯先？呢個係而家嘅我係嘛？冇估錯嘅話，即係我有兩個都係黃色喎。黃色係啲咩類型嘅性格咧？唔係兩個3個係咯。Anyway， 睇下先，執事，我嘅主要性格係執事，然之後附錄睇下先。呢度有睇嘅，黐線。哇，咩料？我係1%。即係我係獨特嘅存在，係咪最少嘅添啊？即係我暫時見到最低係1.3啫，即係我大佬。睇下先，有冇可能低過1.3咧？有0點幾嘅幫主，係咪啲咩黐撚線嘅性格嚟嘅咧？幫主，睇下先，係咯，係呢啲不擇手段嘅惡魔。主要性格係執事，1.3%都少噶啦。其實1.3會唔會係第二低咧？最低係0.79，0.5。小丑係咩講法咧？我係第5名喎。OK， 總合資料咩70咩嚟㗎？呢個咩總合資料啊？即係點啊？即係黑色係我有嘅嘢係嘛？唔好知喎，唔係好 get 呢個圖。即係勇者，我係我屌，即係屌你，即係話明我係 push 咁樣咯，係咪啊？OK， 好，呢個係深刻喎，即係而家入去係應該，見唔見到啊？有個倒影喺度。Anyway， 呢個就係我嘅，冇錯，我嘅性格，大家應該可以深刻咁知道我係一個 push。然之後算唔算咧？其實我覺得又唔可以咁講嘅，係咯，即係我都唔知。我會話係咯，睇呢度我會話自己係一個好，算唔算好理性咧？又唔可以話係好理性，即係話我係一個好自我，但係又唔係自我中心嗰種自我，即係對自己點講好咧？你當係嗰種，應該係嗰種乜都唔理嗰種自我咯。係咯，我都唔識點講。Anyway，
再講落去就會講咗啲唔知咩出嚟。第3週目到此結束，我哋下次見啦。好，我都諗唔到講啲咩啦，係咯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